宜兰粉鸟那鱼港最近当咧施工盗沙，不过环保团体发现讲，这挖出来落果煤，拢再去倒伫东澳北溪出海口的沙坡。环保团体烦恼安尼生会破坏生物的生态地。一只的沙石车，甲袂输落果煤才沙倒落，遐若怪手伫海沙坡挖坑，要放这落果煤。这是宜兰县府最近伫粉鸟那渔港所做的工程，要解决这沙的问题。不过，这这沙后续处理的方式，和款团是真烦恼。反正你两边都要做生态检核，就是你挖的位置那个地方有什么样的生物啊，就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栖地环境，然后有哪些物种，你可能都要了解。款团至于县府伫渔港所存进前，敢有办理生态检核？渔港这沙甲沙坡的沙无一定共款，常常甲这沙放伫海沙坡，恐惊影响当地原地的生态。伫海沙坡生存的金仔、虾仔等等，常常失去生存的空间，而且挖的过程嘛会破坏海沙坡原地的树丛甲草仔，海沙会挽袂掉，海花线恐惊会倒退。怪手一直咧挖，要做渔港的疏浚。除了粉鸟那渔港，县府今年疏浚的工程，还包括乌石港、港下浜渔港，工程经费差不多3700万。整个这个疏浚完成之后，也把这些暂置完成之后，我们还会做一个简易的一个植批的一个附生的部分的一个作业。面对外界质疑，县府讲，把这沙刷去东澳溪是要增加溪坡，不过因为无所在通升空，这这沙无法度升空，互较大咧。后续会注意尽量减少对生态破坏。疏浚的工程完成了后，东澳溪的沙坡仔，卖甲树仔搁种倒转来，恢复原地生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